各位觀眾你好，麻煩在收睇內容時撳一下訂閱、subscribe、小鈴鐺同點讚。如果可以，請分享俾朋友聽，呢個表示對我哋嘅支持。多謝各位嘅支持。港元及美元加息會令香港經濟承受多重壓力，樓價下跌，民生成本上升，企業融資困難。美國方面則預期今年仍有機會再加息一次，維持高息環境至年底。以下係香港經濟影響分析：第一，樓市壓力加劇，港元與美元掛鈎，美國加息即令香港拆息 HIBOR 上升，銀行按揭利率同步走高，供樓人士每月供款增加，購買力下降，成交量減少，樓價面臨下行壓力。若利率長期維持高位，負資產個案即樓價低於貸款額可能增加，影響家庭財務穩定。第二，民生與消費問題，高息環境令企業融資成本上升，中小企倒閉風險增加，失業率可能上升，消費信心減弱，零售及旅遊業受壓，通脹壓力仍然存在，食物、能源及租金成本上升，市民生活負擔加重。第三，金融市場波動，高息吸引資金流向美元資產，港股及樓市資金外流，恒生指數估值受壓，分析師預期短期內波動加劇，高息股及銀行股相對受惠。接下來係美國加息預測，根據聯儲局2026年3月及6月議息會議結果，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5.25至5.50厘，但主席鮑威爾以及新任主席沃什潘表示，若通脹未明顯回落，9至10月可能再加息一次。多數官員預期全年或有2至3次減息空間，但時機取決於通脹及就業數據。市場普遍認為美國將維持高息更久政策，美元短期仍保持強勢。以下係香港與美國加息後果對比。利率傳導方面，香港在聯繫匯率制度下被動跟隨，美國則由聯儲局主導政策。樓市影響方面，香港樓價下跌，成交淡靜，負資產增加，美國房貸成本上升，但就業仍然穩定。民生影響方面，香港供樓壓力大，消費減少，企業倒閉，美國則消費放緩，股市波動。政策前景方面，香港金管局維持匯率穩定，難以減息，美國則有可能年尾減息2次。以下係幾點建議：港人應審慎理財，避免高槓桿投資或過度借貸。若持有按揭，可考慮轉為定息貸款或縮短供款期。投資方面，高息定存及美元資產短期仍具吸引力，但需要留意匯率風險。總結而言，港元及美元加息後，香港經濟面臨多重挑戰。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，利率上升直接推高按揭成本，令樓價下跌，成交減少，部分業主甚至出現負資產，企業融資困難，消費信心下降，失業率可能上升，民生壓力加劇。美國方面，聯儲局仍維持高息政策以壓抑通脹，市場預期年內或再加息一次，延續高息更久局面。全球資金流向美元資產，令香港資金外流風險增加。